他也大概是一半一半。他的滚地球比率是44.4%，PR 表示49分，这就是联盟的平均值。但今天就是有办法把台钢的打者大部分都压在滚地球。那现在轮到第4棒的魔音，全场的英国人又要把能量查克拉来灌注在魔音的身上。这一棒打成了右半边的平飞球落地形成安打。现在魔音打专打站上了1垒，这是他在中华职棒生涯的第300支安打，恭喜魔音大哥！这一球虽然是安打的出现但是我们看到魔音的表情他不是很满意他感觉是想要直接1棒扳平，但是1棒有长打。对，因为对于魔音来讲的话，长打是他的一个特色这一个曲球他有掌握到，但最后的那一个击球点并没有到完全的阿达里所以反而这个球只能形成一个平飞安打。来看一下挥棒的感觉，还是想要努力把仰角拉高。